日程中重要的禱告，與主至美心意相連，世上奇珍的禱告。第一部分，保護性及祝福的禱告。主啊，我將今日、現在和前面的時光交在你手中。首先求你最大與我同在，保護我好像眼中的瞳人，將我藏在你翅膀的蔭下。求你用臉光照我，又最大嘅祝福我。阿爸，求你將最大嘅恩惠、憐憫、平安、慈愛、喜樂，多多賜給孩子。爸爸，求你保守我和各地教會一切所有嘅物、地方、居所和家人、弟兄姊妹等都十分嘅平安蒙福，凡事順利，凡事興盛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出我入都十分嘅平安蒙福，同埋心靈能夠得供應。